平台前头参考平台资讯的朋友，感谢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朝的所在电视市场，继续为您播出微信上片平台龙凤生祥。人生4到6时，洞房花烛夜呢也是其中之一。何国涛、雷白身上香，结果了侪蛮开心，但是呢，生就是爱上智力对阵的施暴者，对哪哈伊都会去去呢？心好难耐啊，所以呢，当场就发难子。那么雷白哪哈来应对呢？请听第10位洞房说金嘴，以浙江省平台头6+6方言来搭上海平台头的淮海话3勾搭对唱。国他，自从烂头人过世的之后，对个囡身上像是更加宠爱有加。可囡一天天长大，今年19岁为分出国。上天有这样一句闲话，叫13岁做娘天下通啊！19岁个大姑娘为分配亲，人家背单的谁也讲，阿位头上欧马病，所以500人也。其实没法子，国他对个囡实在欢喜，再加上一时头浪幸福20个人心嘛，所以对国大至现在。那么来想呢？国他的身份、公知的地位，啥人敢配得上？现在这个父母是当今王叔了预备，哎呦，国他是诚心实意。今朝是身上向大喜之时，国他吩咐大海最时，请大家一道来吃醉，祝能与是新婚之喜。都吃吃刚刚蛮开心，边浪向一个人大叫了浪不开心。啥人？国他的儿子身上像个阿公生就，像刘备啊，我那个妹子嫁本来是用个美人计，目的随时要缩为进追，想不到该桩事体娘一插手，弄假成真，你就要推起发到18米，因此等了边浪向越想越窝塞。既然我现在妹子已经嫁本来了，更没啥客气，无论如今朝要门内他为进追，所以你也顾不得今朝妹子的好日。妖精开口啊，妹上举兄，谁见呢是东吴杰克，我们是一家人了。举兄收言皆是，相母妹宠爱小妹，不忍有家，东吴落云8日一追，伸手即去，设下神欢，你是不要委屈了。哦，刘备一听，非但金追不提，而且还要把我几个地方姑姑将士一走起在东莞。这样一来，我今日的一切还在听哪个报复？这么难呢？我这当听不懂，所以此么都言举兄后爱。后爱啊，乃后必。妹让想那金追嘛，为让女兄光下必了。啊，让我晓得你们不是俺好心，说来我去，真与他金追，不能为啊。举兄，金追嘛是人要好啊，但别过嘛，别过啊，但不过什么？待我弃了西川之后，再还与举兄可好？也是这样一句闲话，要得到西川以后，再为我进京。那么你啥辰光得到西川呢？不具体日脚来海，乃叫千年不拉，万年不为，十川子是稀里哈啦。没人想起西川嘛，与女兄弟。我来，此都与军师调配，各位要听军师的。哦，没法好出去，要听军师诸葛亮，搿不要紧。现在诸葛亮了京剧，不了给他，搿么好来好去，此地到京剧来去蛮方便，只要努力喊他给他来门门清爽。刘长，倒不如相亲军师到此，分个明白。那事实是我的。哦，我诸葛亮请他给他的来，你也肯来呢？这样味道，相信军师到来，只怕他军无
父非忙，父家到此，侬开门。军师不来言罢，尔乃是锁国之主，想当初尽罪严明是罪，今日归还，理所当然。今日们乃是大喜之日，西村之事嘛，免谈。免谈啊，谈也不要谈，你别忘记啊！想当初你西夏的悲剧，还在我的手中，还是还了这荆棘。这个愿得功啊！你们也必开拓不给应，此而非而为后因。想当初你们东偏西大付出去，向我谁最尽罪，谁去生。我们心太大一真人，愿我只因云两人，生里里门聚集人。我们心里一副雷震子，闹起你百姓起家心心，君我良策与下人，受不过生里在意激动门。我们比喻本命都拉人，你们爱中配两兵不杀子龙称完婚，对两水下凡民本，得罪荆州做事太聪明。性命能恰生那奴，不与你们打命争。生路里水走向的，最忌思想谁杀被人情。我们几次谁非把荆州他，为人中央凭良心，岂能比非礼不仁生？当初是既向你刘备心上，我们心心相随来分分。岁岁几分来上你，为你重入心意再等。今大金城东方化作开平地，就是
可给说大的男子都光坤，数十倍必须行真兵。你们奉旨为大金追去，否有否理，狗寡人也什么金追，带什么兵？女兄得颗心真正，可以待人是受于民恩，东欧上下谁不分？我们真心得把追争，今日生女李莲英，后君三叉成一心，言人于此，为我敬而之。哎呀呀！凡凡分享的深究，实干中雄就立马上级要拿金追还不离。但你妈妈，今朝的随便难讲，我才不怕，因为出来的辰光，军事才隔阂了海，笃定。弟兄，既然要万里金追，那么你分我们手间的东西也要还于我们呐。这口深究一听不懂，想我送来份门来交个么子，那现在来那问我特你，没让不仅我分你手之后佛。弟兄难道反为了我？三贵的很，却是记不得了亲情。后少出别，分我军师节，加此时会3天3夜的东风，这不是也要外么？啊！我又想想刘备那个人骂门，样样么子才好为，个东风哪违反你？没然想东风乃是四双之佛，怎能还你？这就对了。像荆州乃是海涉的疆土，怎能还于你？哦哟，识得地内谁是不肯为荆州？想你此意分明在强词夺理。这倒并非，弟兄，凡事嘛，总要并理而言。所以要万里金追，依然是的。好话，但别过么？那也来着，但不过什么？第一，待我回到荆州，几个兄弟商议；其二，待我窥见犯罪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、罪名伸张与犯罪定得。这第三么？所以要我万里荆追，那么定要在你还我东风之后。哦哟！深究这个一起气得了眼睛门前没能出去。上半场要为荆州必须要让这个3点以后，我唯有希望的了。那个废话分明了让唐僧我敷衍我。那么深究这点干货实在难不是？哼！像刘备啊，刘备，你上无披华，下无尘土，你是一个这的废驴，分明你是到东吴来骗婚的小人之辈。啊，那么刘备后什么呢？讲我这些废驴，不管那我总归是王家的弟子，男生就是啥？
新兴的资产阶级办法无啊！弟兄，此言差矣。差在哪里？想我刘备乃是当今圣上的王叔，出身王家，根基坚实，真是上无片瓦，下无尘土。谁不知天下乃是汉室的江山？你道骗婚之言，更是风纪之谈。想我实在为虚，尚在难受途中，各位你将此言无理哪了？哼！爹郎身上想对阿哥妈妈，你那还讲这样一句闲话，我那还会得讲给刘备的啦。那个目的要握住刘备，所谓经济，你用个计较。现在那还是你来骗婚呢，也没来结婚。你是夫妻噻？那个给分明了胡说人家，而且为了谁说我，一旦手痒的咬的，也太对。反而不了两个是十八月听见这里都鼻子湿，为要在电视上里下去唱了哟。啊，哥哥，今日乃是小妹新婚之喜，哥哥，今追之事，该是在你吧。爷们，此事与你无关。愿得，你说不还我真罪，休怪我生命。哼哼。哎呀，那么讲，硬上不讲道理的话，那哪办呢？哟，这片水河是好。血泊当然，结杀狗，后来苗出少长啊，老。就为江山日，十发败我到东后，想当初细细思量。只要步步为营，不马后，百米之中负一手。只待新儿婚，一儿自别。待夫人设法要追上头，为主荆州离西的夫唱妇人情时候，仕女衣裳蜜蜂红，想不到深入剖开一岁说。讨金罪，想必要同改狗，非礼妇人，
太阳风，你看那棒子上香，方成乐。国泰怒用气候后，将我刘备怎能定心？梦想起军师临别来叮嘱，他是虚晃路，莫今后雨里后水生气愁，倒不如反败为胜是法头，让他气力其中双水抽。刘备心里想蛮清爽，现在辰光呢，我不能给他的那牙拼，因为我毕竟人辣在你手里向，这生育要我昔日一日反战，我假使一时身上想是要做孤伤，我还对不起国他，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身上想国他对我产生同情怜悯，只有这样，我才可以化险为夷。对，那么还有办法呢？当然有，害得我有杀手锏，啥么可恶！一般人总会同情杀贼，我一刻肯定会得产生很好的结果。记得当年三清诸葛亮，你不肯出山，那么我说，先生呢不肯出山，乃天下之苍生乎？两懂爱的，诸葛亮心一暗，那么出山。各路是相亲，还是两懂爱的，我他一口答应。所以这个哭了，是我的法宝。现在关键辰光让我再哭一趟，叫哀兵必胜了。啊呀呀呀！弟兄，你太，身上下好啊！第二个妈妈今朝是我个喊日脚，那边的我是一半日来了哭，也操美丽的呀！不知啥个道理，看见父母要吃眼里面，自家哪挨得住？深究对刘备妈妈那个男人哭得成我中国服太难了。我他是气得来一句闲话侪讲不出。确实，今朝西塘龙德山谷像海棠大哭是一海，目光回过来对儿子深究看看嘛。哎呀，儿子啊，你一向有规矩有礼貌，懂分寸。今朝哪变得这样穷凶叫差不上人意？你看，别的女婿了哭，男眼里说了了，说天那家别啥里多啊？那个因为太对个呀，非得太自家个的，而且为太你爷娘个的，还太懂我个的。今朝弄到清大改得来吃西嘴，本当是开开心心个事体。想不到弄得这样副高人，真是我失望。唉，气死哀家的了。
刘备为了那这么功了叫啥？哎呀，梦回宋君王于不夜在地，东风两时了。叫！看上去我的哭功啊有点大的，但身居茫茫，现在丈母娘来帮我，你现在为啥个闲话还讲？孙就想娘了让帮你，我为啥个闲话还讲起？不过刘备啊，有一句闲话我倒要提醒你。哦，那个哭工啊，留下来的哈去申请州里子。送我眉头啊！那么现在丈母娘关着我，东风非要在地。搿刘备做你的本来不想地，逼得我地。现在你不地嘛，我也不地。小水真明。宋妹，不灵，看样子我要发手头的。啊，莫回。宋君王与你不要再谈。京剧了啊！莫为像京剧乃是我们沈家的主人，怎能不问？更何况当初刘备在京剧写下的笔据，完成我的手掌之作。什么子啊？你是有笔据的？哪来的哀家一看？沈就想这个么子硬，要将申布笔拿出来，母亲请开。这单水里一口没得关女婿小的，当初刘备是要把他弄说的，所谓叫京剧的长子要的，世世代代一毛没上的公家的不够啥用的，闲话不哪长子要的，啊，莫莫，看了，一句作废，从此不要的了。对娘妈妈，你哪能出来话啊？这个从一个笔据，你哪好恨他你啊？不要讲了，兄妹，哀家问你，我要封地养来，你可接我飞？莫不要封地东吴六军，把他一追，胜利挑选。我要的是荆州这上下。荆州哀家就着家庄送与你，宋金王于不用为了。刘备开心呀，多羡慕，多羡慕。沈就一听话，那么一进脑顶几困，轻轻回答。丈母娘看儿戏，一看又有气，后果他呢非但死脱交代，而且呢名正言顺拿荆州作为高章送拨了女婿者。那么沈就也有办法，再努力得走来呢？让你们再来听下去。